後來繼續來到桃園，有一位女性賽車載着3歲查囝，先佇路邊下弄着2台車，然後失控弄入去一間賣安全帽的店家。警方到場，感覺這個小姐怪怪，就甲做毒品的快篩，果然是陽性有食毒，嘛佇伊的車頂超出着鬆屍煙彈，安尼食毒佮賽車佮載查囝，實在是真離經。白色休理車直直衝過來，嘣一個真大下，玻璃皮噴到滿世界，鏡頭喊甲真大下。另外一支店內監視器，當看到弄掉瞬間，安全帽啊扔到規塗骹，店員隨走出來看。怎麼了？你幫我把那個關掉。這一個讓店內受夠混亂，吊衰車車頭卡佇玻璃櫥啊，店員有去驚到，不過這個女駕駛是真冷靜。沒有啊，就直接衝進來啦。手插過哪卡電話，佇車的前後閣咧踅來踅去。互關鍵較意外的是，伊後座閣有載一個3歲查某囝。佇昨下晡6點外，這個35歲姓林的小姐賽車載查某囝經過桃園區中山東路時，先佇路邊去下落2台車，率來失控落入安全帽仔店。警方看伊表情怪怪，進行毒品的檢測，有陽性反應。等行人通過，後面的毒駕的駕駛就直接撞上來了。我覺得毒駕這件事情真的是很不應該。想說會不會是毒駕，結果就被遇到了。還好人沒事，人沒事。對，還好都沒有客人。警方佇個車頂嘛有敲到伊托米子，原來又閣是假毒賽車。檢測發現駕駛有毒品陽性反應，並於車內查獲毒品伊托米子煙彈，全案依法移請偵辦。加在當時無去傷到無辜的過路人，因無做老母的人食毒品賽車，閣載查某囝，真正是摕家己的性命甲查某囝的性命佇滾床笑。